不是你老瞅着我干什么？你可都给我瞅毛了都！是不是你偷吃？我偷吃？王班长，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啊，我现在连偷看我都不敢。为啥？我怕再给看丢了呀。来的时候4只，啊，丢了1只，严一兵喂死1只，啊，仅存的2只，我拿它们当大熊猫一样喂养呀，谁知道就剩下1只了。那你说，这栏杆是好的，鹅没了1只，难道是这只把那只给吃了？不能啊！这要是吃了，总会剩下点什么吧？这连根毛都没有啊！生吞啊！不可能！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搏斗的痕迹，地上也没有血迹，也没有歹徒与受害鹅搏斗所留下的羽毛。据龙班长回忆，大鹅早上也背了神儿，也没有听到任何异常或者求救的叫声，这就说明，哎呦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行不行？你快点说呀！狄仁杰大人，元芳，你怎么看？我啊，不是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这不，我告诉你们吧，那只大鹅啊，丢了。喂，想不想狄仁杰啊？我想逗他开心，小心眼儿。啊！哎呀，别叫了！本来 F4啊，现在O06了。不是这从哪跑了呀？我这。你在干什么呢？怎么了？这是找不着家了呀？我带你回家行吗？啊，没事啊。哎，走，跟我回家玩去。走吧。文轩，你好，帮你一起收拾吧。啊，谢谢。一会儿我再带你出去看一下烧热水的地方，还有浴室。谢谢你啊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一斌啊，麻烦您帮我去跟文叔说一声，晚上咱们搞一个座谈会，自愿参加，不强求报名，时间为1个小时。行，那我先过去。好，麻烦了。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。黄医生，我要向您表示最真心的感谢，谢谢您帮我重新建立了人生观和家庭观。坐吧。是。黄医生，我以前可能真的太自我了，只要我认定的事情，根本不可能退让。
但是我现在突然发现，如果换一种方式，可能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，而且更容易让别人接受。啊，当然，我也在慢慢的学习和适应当中。这一年对我来说实在太痛苦了，太煎熬了。但是我在跟我母亲得到联系以后，我发现我内心可能更柔软了一些。毕竟她岁数也大了，我也不想一辈子这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我最想表达的就是谢谢你，真心感谢，你辛苦了。你还记不记得你刚入伍那会儿，是我给你做的心理测评，我给了你一个不及格，结论是不适合参军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后来夏卓他们哥几个把我的办公室都给围堵了，真的。我当时心里就在想，一个人能够获得那么多人的力挺，他一定有他的优点。一个好汉三个帮，你是好汉，你需要他们三个，他们三个也需要你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有努力的在改变。可能大家成长环境不太一样吧。我一直觉得他们三个人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三角形，这个三角形的结构是最稳固的。如果再加一个我，就可能会变成一个四边形。这四边，顺其自然吧。这就是你说的牢固的三角形。你看着。对，这是你。你觉得平面的三角形和立体的三角锥哪个更加牢固？黄俊彦，我好像明白了，如果我们都能换一个维度思考问题，可能真的不太一样了。给自己增加一点维度，世界大不一样。小周，哎，班长，帮我个忙。什么事儿？炊事班后墙根养着那4只鹅，现在丢的就剩1只，不能再丢了。你们几个啊，跟我走一趟。是。放下。这4只大鹅呀，是王显民王班长从镇上买回来的小鹅崽儿，一天天喂大的，跟自己孩子似的。现在情况你们都看见了，不能再少了，再少就剩下个圈了。班长，上午还在呢。对呀，都是我亲自喂的，我每天都喂啊。上次就丢过，这次又丢了。黄鼠狼，没错，一定是黄鼠狼。哎，我听说这个黄鼠狼啊，它会缩骨术，它一定是缩了就钻进去了，什么都能钻。不对呀！啊，黄鼠狼会缩骨术，啊，缩进去叼了大鹅，那大鹅怎么出来的？大鹅也不会缩骨术。对呀。等会儿啊，啊，那是这样的，你看啊，黄鼠狼缩骨进去，然后吃了。毛都没剩，再缩骨出来，破案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你们两个，啊，夏卓，哎，趁着今天放假啊，能不能破获丢鹅大案，全看你们的了。我有办法，里边是不是4只鹅？
那我们再回镇上再买3只，啊，这案子不就破了吗？对，你后退一步。夏卓啊，是。平常王班长对你不错，这里头就你脑子最好使。给你1天时间，活要见鹅，死也要见鹅。死的还要拿回来？是啊，拿回来，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儿炖一下来。是，班长。别抓人，快跑，慢慢跑，慢慢跑，好玩吗？好玩，好玩是吧？来，好热，它的毛。小二，爸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哎呦，你好啊，我捡只大鹅。这是在哪儿捡的？这是啊？啊，在路上。路上哪个路上啊？就镇子下来那条路，我送完货回来，看他自己在那儿很孤独呢，然后我就把他给抱回来了。不对吧？你是不是到部队上卖货去了？哎，这不是人家部队的。不是的吧？您不让我去的地儿，我怎么能去呢？再说了，您那个年代养鸡养鹅自给自足，现在解放军谁还养这个？是吧，梁老师？是。可能是送镇上餐馆的吧？哎，对，反正不是我偷的啊，我就是捡的。我不捡，别人也捡；别人不捡，他也饿死了。那镇上的，那你就明天把他送镇上去，你挨家饭店问问，看是谁的，给人家。这捡这东西咱们不能要，你这给孩子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连老师？啊？同意？什么同意？爸，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人家要是要来问呢，我一准就还，是不是？你回头这事儿你要去问，可就没准了啊！我推开饭店的门，我说我捡了只鹅啊，你们要不要啊？那10家有9家得说要，他们拿走去卖钱，还不如给孩子们当个宠物呢，是吧，梁老师？是，小轩说的对，这好歹是个孝宠嘛，你看孩子们多开心啊！哎，要实在不行，咱们贴个告示。来找鹅的呢，要说出时间和地点，我们就还他；要说不出，就先养着。哎，好呀，好呀。好，先养着。谢谢爸。你们俩刚才说什么虫？孝宠，就是大家都喜欢的宠物。对，本来是我，算了，让给鹅吧。快让它飞一个，快点！它怎么不走了？有水的地方就可能有鹅啊。鹅呢？哎呀，鹅呢？啊，鹅呢？鹅呢？哎呀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就是不听我的。行了，咱们也尽力了。我现在正式宣布，哎，鹅失踪了，有可能现在已经成烧鹅了。怎么，要回去啊？那不回去干嘛呀？你说这大周末的啊，好不容易拿到手机，咱给家里打打电话啊，玩玩游戏，不挺好吗？那出来找鹅，连个鹅毛都没找着。既然都出来了，就别轻言放弃。这周围还有好多水塘呢。走。啊，走吧，还接着找啊？不做命令。走吧，走吧。怎么了？黄医生，怎么哭啦？没事。
就是想家了。想家了，又被领导批评了。如果你不介意，你可以跟我说说，怎么回事啊？说了也没有用，我们连长他就是一个大直男，他根本就不懂女孩。没事儿，我懂就行了呀。买了这么多面膜啊？这些面膜它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哪买的？黄医生，我们全连都是男兵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我感觉我都快得抑郁症了。我之前那些女孩的爱好我都没了，我认了，谁让我来当兵呢？可是我好不容易买了这些面膜，我买了这么多，都是假的。别难过啊，我有很多面膜啊，我给你用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。唉，你还真买了很多啊？谁那买的？小货郎。小璇儿，哎，梁老师，哎，好了，够麻利的呀，这窝都搭好了啊。小心人过来给你领走了。哎，不能够，我那是在部队外边捡的。梁老师，你可千万别出卖我，咱俩交情挺好的哈。到底哪儿捡的啊？就我确实去了禁区。禁区，部队啊？不是，那我哪能进得去啊？我就部队外边围墙，我那不是有几个老客户嘛，我在那儿卖点东西。你可千万别让我爸知道了，我爸知道了，他非骂死我不可。真是捡的啊？啊，真是捡的，不然还能偷啊？那哪是一般的部队，那可是火箭军。嗖嗖嗖，知道的还挺多。哎，知道少能赚他们钱吗？来，哎，老天爷保佑，没人认领。阿弥陀佛，你可真行。哎，那是。邵指导员，这是我的想法。我知道现在定岗定编，但是我们确实也要考虑到，一个女兵长时间没有人说话，其实真的会出现心理问题的。来，黄医生。谢谢。您说的这个问题呢，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。战日连从组建开始，就是按照精干合成的要求。说句实话，多一名战斗人员对我们来说，那都是无价之宝。可是卫生员呢，这工作量实在不大，因为重大医疗问题留不留卫生队可以解决，再往上还有基地医院。不过您说的这个问题啊，我们考虑的确实不够细致，欠妥。但是，要不然借调一个过来？上面不允许啊。说实话，就这严一兵同志每天的工作也就是值班，偶尔开个感冒药，处理点皮外伤什么的。我明白，根据实际的工作量定岗定编，这个我们确实是无法逆转，这也是部队精简的大趋势。但是，毕竟是艰苦地区，要不，咱们找一个女兵，找一个一专多能的，既懂得专业操作，又懂一些救护知识的，能跟严一兵搭个伴儿。哪有这样的人啊？再说了，就算有，那么新问题来了，上不上架，上哪个架？咱们这儿的人员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来了新人，就得有老人走。要不这样，我来物色物色，反正我现在调到了基地医院，我也方便。你调到了基地医院，你不在总院了？向你们学习啊，扎根大山，不离不弃。站住！站住！慢点，咱歇会儿吧。啊，坐，背都快跑出来了。坐住！哎，站住！哎，别了，贾二帅，别，我跟你说，我找我爸都没这么费劲过。你爸也跑丢过啊？当年啊，我爸，你滚！小卓，我跟你说，咱们追这个车炉子，都
追了10几里地儿了。你说这车要是开往北京呢，咱还不得追到北京去啊？啊？车龙很窄，应该是一个小型货车。营区后面围墙的地方有很明显的鹅的掌印，掌印消失过后，出现了一只鞋的掌印和车轮的印记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啊，我们3个真是闲得慌啊！就算你分析的对啊，大鹅是从墙上飞出去的，然后让一个小货车司机给捡到了。哎呀，可是我们现在人腿追车轮呢，怎么追啊？啊？前面就是国道，国道旁边就是小镇。镇上有邮局，有米粉店，有网吧，还好没有烧鹅店。亏你能想得出来，我们那镇上只有家饭店哈，5元吃饱，10元吃好，哪有烧鹅吃？不，哎，这不一定啊。那万一人家带着鹅过去，这做了不就吃了吗？那要看遇到什么人了啊。遇到一个吃货，可能就带走了；要是遇到他这样的，估计顺手给卖了。你一边去，你行不行？我很克制我自己了啊！我都多久没有卖东西了？你不要勾起我卖东西的瘾，好不好？行了，你们俩真的以为我要追一只鹅啊？我是怕有一个路熟的惯犯，今天偷了一只鹅，明天他们就可以去偷1枚导弹，是吧？你这样下手啊，哎，我知道啊，你跟王显云师傅师徒情深，对吧？你这样，我平时呢也比较抠，我再吃一点亏，我给你买1只，我赞助你1只，哎，是不是？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行不行？不行。哎，走了。哎，我赞助2只行吗？我跟你说，真跑不动了。这条道应该就是营区这条道，这附近有学校？不知道啊，没听说。哎，油应该也是山区的小学啊。我好像听见有小孩唱歌的声了。向前，我梦中的色彩世界，所有画面都汇聚一瞬间，那是我将承诺兑让发现，推蓝天许愿，成长时学会把情绪安置妥帖，努成了航线，风雨中常常倾斜，却也会在我们手中画圈。曾经憧憬过的伤，像一枚勋章，有天会落在我的肩上，所以迷恋，所以向前，我梦中的色彩世界，所有画面都汇聚一瞬间，那是将承诺兑现，有些道别，只为再见，再见又是新的冒险。
哎，夏老师，干啥呢？你爸妈要来了，犯错误了。乱七八糟。那你得好好说说了啊！你这个人在这儿，魂不在这儿啊！啊，老实交代一下。哎，时间到了啊，收下手机。啊！哎，下桌，连帮，你拿手机啊。我先不跟你说，我跟我妈激动一下。来，下桌。哎，别玩，别玩，什么话题要扣分啊！下桌，手机。有事儿啊？学会放手吧，真的，这是我给你的建议。同志们，转运排运送一枚弹到待机库，中途出现意外，郎班长意外受伤，出事地点地形险要，因此我们要徒步前往。指导员在家待命，剩下的人马上出发。全队友，向右蹬，后蹬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老班长的车被车上的滚石给砸了，受点伤。老班长，快！老班长，老班长，快啊！快！老班长，严一兵，过来支援，看伤员情况。其他人员清理路障，剩下的人检查一下车辆怎么回事。看看我，师傅。怎么回事啊？今天突然要转运这枚弹，但是旅里的值班司机都不在了，没有办法，只好让郎班长帮忙开车。我们走过这条路的时候，突然听见车头一声巨响，我们就下车查看，一个石头从山上滑落，正好打在他的左侧额头上。小心点啊！小心点！田帮，往里头去！啊，我不想走，赶紧的，快点，车怎么样了？快，过来打手！我来吧。轻点，轻点。人怎么样了？啊？有生命体征，但是我只能做简单的处理，然后再去医院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。这路已经封了，车根本走不了啊！我拿人抬吧。啊！下厨，王永军，到，过来来，到，帮手，快点！
大把手，来。稳着点，来起。1、2、3，稳重点啊！都离那个山体滑坡地方远一点啊！好。梦，你到车头去给我看一眼。好，快去。你就告诉我，你们什么时候能派司机过来？啊？过不来？你们要干嘛？你们转运连说运一枚弹就运了一枚弹，不跟我们提前说一声，今天出这问题你们说来不了？这是特殊路面，特殊驾驶，一般司机谁能开得了？所以我不跟你掰扯，好吧？你抓紧时间把司机给我派过来，好不好？又出山地滑坡了，出现问题怎么办？在干嘛呢？连长，你让我试试吧。9连环的弯儿，这个弯儿是最难的弯儿。老班长告诉过我口诀，虽然我没办法一一的表述，但是我算了算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。你说这个路面你要试试，好，你给我讲讲你要怎么试。来，你说说你怎么可以，我听听来。转弯和直行的距离必须保持在厘米的计算单位，必须控制在以下的区间范围内：前进40，停左门，上50，右75到30，回正90，直进90，停35，进前10。我想我有这个信心。同志们，来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哎，你们那边注意点啊！林妈，你知道这枚导弹价值多少钱吗？无价之宝。导弹运输车多少钱？也是无价之宝。这是国家财产，我能让你开这个玩笑，能让你碰我？要不就让他试一试。连长，我信任连长。4门专业我也都擅长，可这是特情，没开过这种路面的司机能碰这车吗？旅里能拐这几个弯的也没几个人。平时都是老狼他们几个在开。连长，老班长告诉过我口诀，但是根据现场的情况，我有些自己的理解。你看，你小心点，看点上面。这是左边的基准线。在第一个基准点，右舵12方向，30度。第二个基准点，右舵15方向，35。第三个基准点，我们从这个方向切，15度10方向。第四个基准点，10度30方向，我会从30方向切。4个基准点，我一把一把慢慢揉，我分4次，我相信一定可以挪出来。分4次。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急躁，装备重要，人员安全更重要。是我明白。现在的情况是，转运连所有的司机能开这个路面的都有其他任务，然后联邦想要把车开出来。联邦？局长，我觉得联邦可以试试，我相信他。那这样，如果有把握的话，那就让联邦试试吧。是。局长再见。
联盟到。人、车、导弹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你能做到吗？大人，老狼，醒了。老班长，车呢？别着急，车马上就到。车没事吧？车没事儿，你也没事儿，放心。装备呢？还不知道，应该没事儿，放心吧，安心养伤。来，老班长。哎，老班长，您别动，刚处理完伤口，等一会儿车来了，带你去基地医院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。对，安心养伤。
干嘛呢？怎么在这儿待着了？严不严重啊？啊？部队带回啊！严不严重啊？连长，郎班长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。车怎么样？蛋怎么样？